各位乡亲，目天徛伫悬的所在，月头望向迄个泥潭，幽远黑暗，幽远有人含伫内面。目天问温州，安怎天路头前会有这么大的泥潭呢？上帝敢无甲伊天落平呢？温州伊比亚笑讲，这毋是普通的泥潭，这是人心内的泥潭。做惊吓、自责、绝望，拢留到这。温州指着泥潭讲，内底其实有真侪石头，这是上帝放的应允。真侪人只看到泥，看袂到石头。目前只时才明白，毋是上帝无备办道路，是人的目睭只看见困难，无看见稳定。目前阿头感谢主，伊知影以后若拄着困难，第一项就是敲做上帝应允。各位乡亲，上帝应允一直伫咧，问题是人有看见无？要知影后来安怎，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